儘管呢一年備受政策同地緣政治衝擊，但環球經濟仍然展現韌性。政策引發嘅市場波動經已緩和，加上人工智能帶動嘅資本開支加速，支持市場前景更趨樂觀。然而，財政憂慮日益增加，開始使長期增長前景受壓。聯儲局決定恢復減息，係防患於未然嘅措施，目標係穩定轉趨疲弱嘅勞工市場，而唔係應對廣泛嘅經濟下行。9月份減息可能標誌住當局啟動平緩審慎嘅寬鬆週期。我哋預期今年會減息3次，每次25基點，並且喺2026年進一步減息。然而喺消費開支強勁、人工智能相關投資暢旺同財政刺激措施嘅支持下，整體經濟環境仍然強韌。聯儲局正喺度駕馭緊複雜嘅市場環境，包括關稅引發嘅通脹風險、勞工供應動力轉變，以及對數據可靠性嘅疑慮。呢啲因素都顯示局方未來將採取審慎漸進嘅政策路徑。美國經濟衰退嘅憂慮已消退，喺家庭同企業財政狀況強健嘅支持下，整體宏觀經濟數據強韌。人工智能相關嘅投資逐漸成為一股重要嘅增長動力。單計科技投資，估計喺今年上半年已經為美國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帶嚟約1/3嘅貢獻。雖然科技股仍然主導市場升勢，但周期性較強嘅市場領域，尤其係小型股，喺長期表現遜色後，亦開始回升。環球股市亦同步走強，亞洲同新興市場錄得非常強勁嘅回報。歐洲市場受惠於德國推出嘅財政刺激措施同歐洲央行減息，然而高度嘅政治不確定性同執行財政刺激措施所帶嚟嘅挑戰構成一定風險。日本方面，通脹升溫同經濟穩定為進一步加息提供支持，但政局變化可能延遲央行行動。受房地產市場疲弱拖累，中國嘅經濟前景仍然好淡參半。但中國股市受科技股嘅樂觀情緒同充裕嘅流動性支持。至於亞洲其他地區，台灣同韓國應該可以繼續受惠於人工智能嘅結構性利好因素。印度受困於美國移民同貿易政策嘅阻力，令資產表現顯著遜色，為長線投資者提供增加持倉嘅機會。因為當地結構性增長主題維持不變，促使印度政府進一步推進改革。美國方面，大型科技股仍然領漲，但估值偏高，令未來嘅升幅日益取決於盈利係唔係可以持續增長。減息預期同宏觀經濟數據穩健，支持小型股喺第三季增強動力，但能否進一步揚升，則取決於額外嘅寬鬆政策。歐洲年初嘅估值具吸引力，但德國嘅財政整頓觸發市場重新定價，而且目前盈利停滯不前，需要新嘅催化因素。新興市場嘅估值仍較以發展市場吸引。中國受惠於科技股樂觀情緒同政策支持，聯儲局接下來嘅放寬政策或可以利好中國市場，但國內政策仍至為關鍵。穩健嘅企業資產負債表同基本因素為投資級別信貸創造咗有利嘅前景，但相對過去嘅低息差，令到選擇發行人變得至為重要。對財政同債務可持續性嘅擔憂日益加劇，推高咗期限日價，令到發達經濟體嘅長期政府債券曲線陡峭，而信貸曲線保持平坦。投資者應考慮縮短信貸存續期，重點關注中短期嘅收益機會，並延長國債存續期。喺美國勞動力市場疲軟嘅情況下，國債存續期應繼續受到支持。本幣新興市場債券可能受惠於減息，但鑒於年初至今表現強勁，選擇性至關重要。